OK， 送出去啊哈，稍等下哈，我袂记个甲试出去。对模的对里哈，来 Ctrl V 开始查哈。所以台语内底即个对模吼，即个对就是安尼读吼，毋是读土啦吼，有两音嘛吼，就干字典收两音，但是就是对模即个对里，伫咧台语大词典，敢若用即个音尔，所以咱就读对吼。啊，对模是啥物件呢？讲实在，我无解释吼。我记我敢若捌看过，我敢若较早捌查过吼，对模即种物件，伊绝对是伫台湾足常看到的物件吼，所以你才会定定看到伊讲的对模。像我的故乡叫做麻园吼，真有可能较早人真正种这对模吼。哎呦，为什么这个对模豆片？我嘛无解清楚到底是对模是啥物物件。好，就是这啦，这个对模啦吼。我真正，那看了这我就感觉这应该足熟的，这应该定来看着，但是我无啥物印象伫倒位吼。反正这就是对模啦吼。OK， 好来，剩偌济时间呢？剩5分钟，咱继续看落吼。正个甲读了，正个找到。我拄则有看到马文，可能看我踮遐咧沙无送，伊就离开啊。好，正个找到寒冷的天气，透北风，因为胖船 Horn 号现在已经准备好，而且呢，该船出航的时间也已经到了，所以今仔日第2会议就甲迄寡要送去巴达维亚和东京的物件，一托了后，并且签名以后，就交予该船的主管，并且和因来试行，以便因明仔载起透早会当出航。经过核对甲原本符合，就是因这个日期吼，抄这个日期的时阵，后壁拢有签名，就是写的人有签名吼，伊都安尼写吼。经过核对和原本符合吼。原本符合1648年正月初9吼，伫热那亚城堡 Fred Skadel 吼，即个人所抄写的款吼。好啊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后来其实是过来2个就算另外一本啦吼。你看即个物件编号其实都无共去啊吼。2个是另外一本，咱看遮2个记了偌济吼。2个敢若记3工。哦，安尼咱就哇3工，好，继续读落。2225风甲天气如同昨昏透早变对阵 Berkholt 号起定来迅速出港，就是真紧啦吼，真骹手真猛了，就出港了后。航往海上载着376000外号吨的货物，要前往巴达维亚，就是 Berkholt 号。今仔日阮收到牧师 Jacobus Vertrick 对荷无人所寄来一张批，甲阮讲，即个牧师的名我今仔日第看着吼，因为下底有注脚，咱看者吼。Jacobus Vertrick 是Leiden 的人吼，Leiden 是荷兰一个城市嘛吼。1632年8月吼，伊牧师出航去亚洲，先伫咧 Surate 吼任职，然后去安蒙吼，和班达吼，班达群岛，就是即马有人讲叫做香料吼，香料群岛吼，就是班达。1649年前往佛罗摩萨，为什么我今仔日就读着？伊今仔日就看着讲，伊伫咧即个荷无人呢，即马才1648年呢，为什么后壁写1649年前往佛罗摩萨？应该写毋对啦吼。
应该是1648年吧。以胡无人为据点来迄一角位啊，迄一角头啊原住民的心传福音吼，所以这是一个新来的牧师，我今仔日第一道看到伊的名吼。但是住无久，1651年就去转去荷兰啦吼。好，咱即个牧师对胡无人寄一张批来甲阮讲，几工前，普加利舍人吼，即毋知啥物舍吼，好无遐啦吼。普加利舍人已经杀几个啊，即个人头吼，即个人头是安怎呢？是对投母量吼，毋是爱读做投母量眼吼，因为是 Tarangan 吼，投母量眼舍要转去即个卡里干巴罗湾舍吼，这啥物意思啊？自即个舍要转去厝的即个另外一个舍的人头，就是因这是即寡人是咖喱干帕拉湾舍人啦吼，但是因是对即个投母人眼舍要转去厝的吼，要转去因家己的舍，结果呢去互即个普加利舍的人杀吼，毋知是啥物理由啦吼。即敢若听讲即个普加利舍人吼，因讲过讲是因为即个咖喱干巴朗舍人。去年也对因做相款的代志，吼，下底有注考看嘛？下底注考写讲伫下面的3月27号，因咱即马读理科嘛，吼，3月27号有对即个杀人事件另外有解说，吼，这3个啦，咱明仔载早看会着啦，吼。好，过来就继续记下，有一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坐12个人，载有10担半咸鱼，2担的鹿仔肉，15担的沙鱼干，甲3000尾的乌鱼。对上述的海岸，也有3只胖船来遮入港，坐194个西南人，其中有2个妇女，再有107担的茶，75捆的粗纸，125个大个甲细的即个饭卡，300饭锅啦吼，应该是饭卡嘛吼。台语讲饭卡吼，用卡来即个讲即个锅子吼，饭卡。306包的薰草，30罐的山水酒，1500支蜡烛，35拿大的饭碗，2担的拿鼎，217捆的陶罐，吼头啦吼，6只牛甲4只猪，以及一寡果子吼，再一寡物件。这是2月25，连2月一开始就跳到25去啊吼，过来26、29这2篇我看卖长啊倒。好，真长，毋是讲介长啦，但是搁读落爱欠着时间啦吼。所以咱今仔日读到2月25就好，明仔载再搁对2月26开始读起。所以看1648年吼，其实我看咱记甲原来是人啊啦吼，可能我咱诚紧就读会煞。好，来感谢吼，今仔开学第1天啦吼，所以无啥物教着内容，咱明仔载再继续搁来读落吼。感谢咱这老主顾巴比3年甲玉文啦吼。好，安尼到遮吼，明仔载再继续，我们准备要来困啦，再会。好，明仔载又继续哈，多谢大家。